我洗，好洗。来呀，来，洗个澡啊！拉起来让他洗呀！哎，听我说，姑娘们，听我说，洗澡是要脱衣服的。来，慢点，让我把上衣脱了。啊，谁？请帮我把皮带摆到岸上。哎，等等，我还要脱呢。别胡闹！妹妹，你总算说话了，你有权利管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是吓唬他们，不然他们会淹死我的。不会游泳是我唯一的缺点。莱里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你是女排长，你不护送女公民吗？不了，排长昨晚执行任务累了，要休息，学游泳。你就待着吧。哈伊尼，等等我。哎，你快点啊！哎，等等我啊！姑娘们，祝你们各自找一个会游泳的好丈夫。算了吧，好好学游泳吧。我丢了一支金笔啊！哎，你去河边找找吧，也许在那儿。那好吧。哎，说不定他和阿曼早就约好了，咱们先走吧。妹妹，我一直等你回来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，因为我来这儿找你有重要的事。不，是我丢了一支金笔。是不是连长送给你的那只？如果真丢的话，你就不要去找他了，让他丢掉吧。妹妹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，明白吗？我不能没有你。不要走近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真的喜欢你。过些日子，我就要离开这儿，去很远的地方。可我今天一定要你答应嫁给我，答应嫁给我，懂吗？不，阿曼，这绝不可能，请你不要碰我。海你别往后退了，石头会磕坏你的。今天一定要你亲我。哎，水流太急会把你冲走的。那儿有我的衣服，你坐到上头去吧。上次是刀，这次是枪，一次比一次无情。可我一次比一次更爱你。亲爱的妹妹，你又忘了怎么使枪了。哎，对了，阿曼哥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不然我会开枪的。不，你是绝对不会。你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。海因，你为什么不答应我？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如果你不爱我，你就开枪吧。否则，现在我绝不罢休。
你还真的开枪了，那是空的，小可怜啊！我的胳膊！孩子，出门要当心呐！哎呀，孩子，好了，大夫怎么样啊？没什么，是脱臼，要静养几天。谢谢大夫，请到客厅喝茶吧。哎，孩子，好好休息。哎，这孩子真可怜。韩依你，我从河里给你打捞回来了，宽恕我的莽撞，爱你，我真不应该。阿曼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为了你母亲和我，你不要离开这儿，否则将来你母亲怎么见人？够了，妇女们少管男人们的事。阿曼，桌子上是你的刀，拿走吧。阿曼哥。